節目，我係 Andy。我細細個讀幼稚園、讀小學嘅時候，已經開始相信都認識咗主耶穌基督。直至到中畢業嘅時候，有朋友再帶咗我翻教會。呢段時間我就喺事業團嘅青年團都生活咗10幾年。直至到出嚟社會做之後，由於工作嘅時間同埋其他問題影響啦，咁就變咗少咗翻教會，同埋同神嘅關係都疏離咗，亦都成日逃避同上帝嘅關係同聖靈嘅提醒。好緊張。直至認識咗我太太之後啦，咁佢變成嘅基督徒，佢即係無數次咁嗌我重新再翻教會，我都真係聽佢講重新再翻嚟教會裏面。有試過我哋加拿大教會幾年個生活好艱難、好緊張嘅時候，喺教會同埋教會嘅弟兄姊妹啦，同埋太太都成日同我一齊祈禱。我真係經歷到同神一齊嘅關係，都唔知道神真係咁離棄我。而家再次翻到主嘅屋企裏面，對信仰有更加唔同嘅理解，同埋更加認識到上帝，知道自己嘅罪係真係要靠上帝嘅寶血先至可以替我洗淨。罪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過，一切變成新的了。呢句金句都一段時間成日提醒住我，知道自己之前同埋以後雖然仍然都會有好多機會仍然受試探同埋犯罪，但係知道主必然會企喺我後面去support我、支持我。兄弟兄，喺眾人面前同埋神嘅面前，我要問你，你係咪已經認罪悔改、清楚得救，並接受耶穌基督做你個人嘅救主呢？我係。好，既然咁嘅話，我就奉聖父、聖子、聖靈嘅名，給你施浸，讓你罪得赦免，有永生盼望。阿門。